億萬富翁 Jeff Yass 向 Austin 大學捐贈1億元，條件係該校唔接受任何聯邦資金。呢筆捐款旨在為入學學生提供永久免費嘅學費。Austin 大學係一所新成立嘅私立大學，由批評傳統高等教育嘅人士創辦。Austin 大學喺上個月宣布咗呢筆捐款，但最初未公開 Yass 嘅身份，直到星期三先至確認。Yass 表示，佢支持建立一所言論自由嘅學校，強調捐贈嘅唯一條件係學校必須避免接受政府資金。佢認為慈善家可以替代政府為學校提供資金。Yass 係位於賓夕法尼亞州嘅 Susquehanna 國際集團嘅聯合創始人，喺德州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。佢喺過去2年中向德克薩斯州州長 Greg Abbott 捐贈咗1000萬元，大部分用於支持私立學校券嘅推廣。德州立法者喺今年4月通過咗一項10億元嘅私立學校券計劃。與此形成對比嘅係，德克薩斯大學 Austin 分校正係考慮簽署一項聯邦協議，呢個協議將優先資金同特朗普政府關於校園言論、性別定義同招生嘅政策掛鈎。而 Austin 大學就表示，Yass 嘅捐款將使其能夠喺完全唔依賴政府資金嘅情況下提供免費學費。希拿衛視記者編輯報導。